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当年双十总统府拢会有光雕秀，今年的秀是用43块经典的台湾红仔菜，也佮有蠓仔做主题，包含早期的主角树龙，也佮有魔法阿嬷等等，拢是要带民众共同回忆无共世代作品，同齐庆祝双十。 漫画人物带我热血，带我找到自己。陪伴35年级生长大的诸葛四郎就是狂，美少女也是战士，民宅路的林默娘。对早期1958年真青的台湾红仔菜诸葛四郎唱甲2010年的名战略，运用光影展示在总统府建筑物面顶。这个光雕秀是文化部和中华文化总会共同规划的，用43部无共时代的经典作品斗阵来庆祝双十。总统赖清德嘛向各时代的作者致敬，感谢音乐作品陪伴济台湾人。 度过人生的不同阶段。感谢各位，多年来用你们的创作，给予每一个人非常愉快的童年。那政府会持续的支持台漫，会支持台漫。除了会用政策来支持以外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现在政府在台中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漫画博物馆，就是希望能够作为漫画的一个基地，既传承又创新。 光雕秀收录的作品，唔那台湾文化题材，由 BL 类型的红仔菜类型是真多元。负责光雕秀的艺术总监表示，无共时代红仔菜唔那是记录生活文化的文本，其实嘛反映台湾民主社会和价值观的进步。漫画作为我们这次的基本的一个素材，然后还有一个创作，这次光雕的主轴，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。 想象力的平行时空里面，其实已经更趋向很自由、很民主，或是很多元的一个社会氛围了。中华文化总会表示，光雕秀一直到双十每一暗拢有，一场是15分钟左右。伫咧现场会直直放送。总统府的双十光雕秀自2017年推动到今已经第8年，今年希望透过光影和蠓仔和民众做伙来分享无同角度的台湾。记者卢尚如、王庆忠台北报道。